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兩論馬。唔知咁多位馬友睇咗上集小兩嘅排位版未？未睇嘅馬友有時間的話，請多多支持。又睇下呢匹小鳥天堂搞唔搞得掂？先就恭喜呢個鄭俊偉先，馬場 MC 今季養馬量嘅大增，有51匹之多。9月29號開始就可以喺從化設購。容天鵬山倉嘅最大得益者 MC 也，小兩祝願 MC 今季可以大放異彩，同大家贏多啲馬仔。至於遠征日本嘅金鑽貴人，究竟係跑唔跑得返先？全盛時期嘅佢，或許就有多少機會？雷神嗰匹李健，上季都係輸3/4馬位俾馬王加應高升，金鑽要贏真係就談何容易。不過作為一位本地馬迷，精神上就一定支持你。又睇下金鑽能否就闖入三甲。開季至今，經已就舉行咗5次嘅賽事，88%啊，真係好季初。未開會嘅騎師又真係唔太多，奧爾文、金城江、董明朗以及潘大偉呢4位老外。講真就真係各有千秋，冇乜邊個就特別標青。不過今個周日都不乏坐騎，且看能否早日開壺。本地姜方面就有細潘、楊山同埋毛顯東嘅未開壺。毛顯東就唔講啦，跑埋周日都係得3匹坐騎，點會就有好成績呢？小兩就希望細潘同埋楊山可以早日開壺。至少咧都要叻過上面嗰4大老外。至於練馬師，前季鬥到你死我活嘅呂健威同埋伍鵬志就真係開得唔靚。不過相信周日威哥都可以先行一步，丁仔亦好大機會。其餘嘅貴福特、石哥、尤達榮以及韓哥就應該要再坐一會。又睇下今季邊個會係留到最後。你問小兩的話，石哥就可能渣渣地。節目未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可以按個 like。未訂閱小兩呢個波馬頻道嘅馬友，請高抬貴手，按一按右下角嘅訂閱掣，隔籬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條嘅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，仲爭少少就35000訂閱，小兩真係要大家多多嘅支持。排位版嘅小兩論馬，即刻同大家呢慶典過關啊，射冷披。不過事先就聲明，戴住個頭盔先。周日嘅首次3級賽，講真啲熱門馬應該有多少優勢？今次嘅冷披分享，或許就唔會有啲呢過百蚊嘅冷披喺度啊，先同大家釐清一下。先講頭場，希望就可以攞翻多少油水。頭場5班嘅泥地1200米。1號馬嘅有型勇士，沈澤成加金城江嘅組合。呢匹有型勇士4歲嘅澳洲 PPG， 來港服役2季至今7戰1披都冇，由52分起步啊，減到今時今日嘅40分，初降5班。第一次過嚟跑一個泥地賽事，同副馬有呢個魅影獵飛，估計泥地應該可以應付。今季經已跑過2次，狀態亦進一步提升。先同大家呢睇翻上場呢匹馬點跑田草1200先，排個2檔出閘就稍慢。藍袖粉紅帽嗰匹14號仔，一出閘就先隊起幾步，跑個200，經已喺個2碟位置，慢慢走上馬群嘅中游位置，喺2碟嘅7、8位，入彎前就拍住2、3碟。喺個6、7位緊貼前領馬之後，中檔轉入直路。分別有呢隻有情有義啦、熱氣球啦、勁者啦，尾二鐵甲縮龍暫時殿後藍雀爺嚟㗎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就係飛輪霸㗎啦，貼欄佔先咗一個身位入嚟啊，同有運就跟住個第2啊，第3位有建策精英內欄㗎，第4位有新力超星啊，再見到外邊啊就快活英雄第5啦，咁啊內欄第6仲喜進銀星啊，中檔追上嚟嘅馬呢，咁啊有粉紅帽嘅有型勇士啦，外邊啊手錶之星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飛輪霸仲有半個馬嘅優勢。
勢，快活英雄咧就逐步追緊上嚟啊！咁啊後多層嘅馬啦，入邊咧仲有建測精英啦，中間上嚟仲有隻有型勇士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快活英雄已經係透出咗穩操勝券噶啦。第二名嘅馬咧，見到中檔建測精英上咗嚟，入邊飛輪8出邊上嚟嘅馬，仲有隻有情有義。直路初中愛當嘅大力猛搖下打下有進步喎，識得啊過馬，可惜尾段灌注力稍弱之下，跑過第6移回，落後頭馬4馬位。金城江初次人馬合作表現可說中規中矩，泥地嘅試過閘跟前係2244，今場初降5班，初戰呢個泥地，除咗羊毛面箍初戴眼罩上陣，有備而嚟排過7檔，5班前段又冇咁快，喺個2點可以慢慢湧上嚟，快馬唔多之下，或許就有意外驚喜。1,100磅嘅馬，135磅應不成問題。又睇下金城江呢匹半懶，可唔可以頭場就開個批？講明過關就一定揀多隻。第3場草地5班嘅1600米，又係1號仔，氣勢加艾杜拿嗰匹呢，悠悠乾坤。呢匹悠悠乾坤5歲嘅澳洲 PP， 外地係2 win 1 T， 氣勢買入唔係咁曳啩。過去11戰1披都冇，上場谷草揚沙2碟遊走，目的就梗係落班啦。上場過後，艾杜拿早咧已經立騎，亦親操6課，同場有俊彩飛馳，同埋隻無敵勇將都唔揀而就他，有計也。田草4班2000近過，今場落5班1檔，變身就係呢鋪湯普森嘅寶藏。2串1啊冇乜肉食，咁就嚟條位置過關嘅3串4。第4場泥地嘅4班1200米，12號馬嘅大利好運，蔡若翰加田泰安嘅組合。呢匹大利好運服役3季1 win 馬，贏馬正正係泥地路程，不過就1里。泥地1200跑過2次，1仗第5啊，1仗第6。今場初配田泰安，咁就梗係要睇翻呢上場呢匹馬點跑同程先，排個8檔起步出閘醒嘅喎。藍衫啱個匹7號仔，但霸道就稍為文靜，輕輕就推送，未幾就落後喺馬群之後嘅尾二位置，入彎前啊先開始力騎，可惜打埋邊都反應麻麻，都係一個尾二內檔轉入直路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熾烈神驅直情係放埋出嚟添啊！五福星跟你埋啊！後邊嘅第3位內蘭有實在美麗啊！出邊日日獎第4內蘭，第5綠色衫泰盛區啊！起眼光都要攞出去外搭，跟住個第6啦。後啲嘅嘛良區好友啦，官萬物啦，再後邊嗰隊藍衫入邊大利好運，出邊呢紅衫紅帽就勝在有型嚟噶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咁啊熾烈神驅喺唔使食沙嘅情況之下，拋離咗後邊嘅對手個幾馬位，日日獎響中檔追緊上嚟，五福星啊唔多。中間位置仲係起眼光，外邊良區好友都追啲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熾烈神區仲有1個馬優勢，日日獎呢就逐步追緊，後邊嘅馬仲係起眼光啊！良區好友嗰啲馬接近終點，熾烈神區仲係接先，日日獎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。成條直路力打之下就有啲追勁，跑個第6翻嚟，查實此區過往初出跑呢個田草千嘢都可以2233。今場神仙啊換過呢爛砌嘅田泰安上去，就啱晒呢匹懶惰馬。神仙冇理由就無啦啦縮程跑1200，仲要跑完又跑。今集少量嘅懶披過關3串4，就分享頭場1號馬有型勇士，3場1號馬悠悠乾坤，同埋4場12大利好運。又睇下大家呢啱唔啱心水啦。多謝晒咁多位，約定大家聽朝賠率版見，拜拜。